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明兰，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今日咱来到台中潭子，伫我后壁呢，看到真侪树啊。其实这款树呢，拢是来自台湾各地哦。你伫遮是因为这间公司呢，有一位董事长，伊足爱树的，甲伊公司才变做一片树林。 董事长，你好，今仔日吼，咱看到这丛吼，这是加冬树。这丛加冬，对，加冬。啊，伊是从倒位来的咧？伊是从斗啦。斗啦。嘿，这丛加冬吼，我第一摆看到的时，哇，我看到真欢喜，唔捌看到这大丛的加冬。这丛树其实年岁足大呀呢，吼。是，这年岁大概是500冬啊。500冬的加冬树，啊，咱是从斗啦甲请过来。是。啊，迄阵咱伊是拄到什么款的情形？哦，以前安尼讲。 伊这个是5年前啊吼，这丛加冬总裁谭氏维姐老师傅伊买去啊，伊买去了后要甲移刷，啊移刷当地居民咧，甲包围起来。现在甲包围起来，伊讲我自细汉的时，我拢伫这个大树骹伫佚佗，啊你要甲阮刷走是袂使安尼吼。后来维姐老师傅伊嘛足慈悲的啦，伊就是放弃。那么就是咧等到5年后，这个地主接到斗六的政府甲讲。 伊要保护老树，啊，要老树就讲，你这丛袂使移刷，啊，要移刷了，伊讲我这片土地就地区真清平，啊，我就起了去啊，都变公园去啊。后来，伊就找一个大师帮伊意见拍官司，啊，后来伊就胜诉，啊，胜诉咧，咱这个大师甲讲哦，伊讲这摆赢，后一摆无一定你会赢。 吼，啊！你有这个机会，是毋是甲处理掉啊？所以就找着董事长。啊，这个伊就找我朋友，啊，我朋友就知影讲，我就爱树啊，哈，啊，伊就走了，伊就摕来了，摕一个相片我看。啊，当时我感觉讲，哦，真欢喜啊！敢有安尼代志？伊讲有啊，我就马上甲阮太太就来斗啦。斗啦，看这丛树的时，我当时看到时，我跟太太看真欢喜啊！啊，阮两个跟太太手牵手了吼，就甲这丛加冬吼。 头到尾我，头到尾安尼甲收一个，加一点就对啊。嘿，安尼甲收一个了吼，就一直甲老家当讲，我讲啊老家当啊，我甲你有缘分啊吼，啊我要带你来，带你转来台中市吼，要带你转来台中市，吼迄个环境会比这更较好安尼，吼，比这较好，后来呢？ 我一看了，啊就甲做决定，就甲买落来。啊买了第3天呢，我就请甲班啊吊车，班车啊请吊车，啊就去甲移植。我就请我迄旧厂啊吼，迄张老板这个移植。当时伫移植的时，真正神奇。迄当阵啊拄啊西北雨，一开始伫施作迄时了，好乌天地落一阵西北雨。 伊讲董事长无法度了，乌天地今仔无法度做了。我讲袂啦，这1搭我就过去啊。真是一个前后，甲这个大雨就过来，就好天就继续做。甲迄暗去尾暗啊，完全甲树啊扭起来了，嘛吊起来伫架班啊班车顶。迄当时才发觉讲，哇，安尼要安怎？第一超长、超悬、佫超大，啊佫超重，安尼是变哪好咧？那么因为伊的班车吼。 伊的跨度是40米，这丛扭起来，咱甲看这树身的，啊个哇这树干的吼，看起来这就3米外、3米6，啊3米6的已经都上车嘛，遮暗，甲司机参详，只好是讲缓慢前进，到。原底是咱斗六来到咱遮，伊的车顶咧是1点0钟就有够，啊因无法度，伊走行到遮创惯路啦。 啊，就费了12点外钟的时间，甲天光早起6点5、7点咧来到遮，啊，拄直达，哇！迄当阵看到讲真顺利来到公司遮里，哇，非常的欢喜，真开心啦。所以加冬树毋是咱头一丛收种的树对吧？毋是。啊，毋过为什么吼，咱这丛的加冬树吼，要用一个这是叫做
这个，安尼即个红菱啦，红菱，嘿啦，是个菜意思就对啦。吼，红菜的意思，红菜的意思啦。对。咱讲是讲红菱，红菱同那个红菱盘价吼。较早高中就咧讲啊吼，哇，这人真成就，哇，就考到状元，红菱盘价转来啊，红菱。吼啊，当时咧，咱甲看咱喜爱吼，嘛希望讲，甲绑这个红菱咧，希望伊一路平安顺利啊。啊，就一直拢甲红菱对。留伫遮。嘿，啊，咱即摆红菱了，就是讲，我会安尼讲啦吼，安尼大概一年甲换一摆啊。像咱要甲这甲当吼，甲锁来遮的时阵，咱即个地面吼爱留偌济所在互伊咧，因为伊的根是毋是一直向外口安尼来？安尼吼。对。咱讲就是讲，这个店本来先做好。对，这个店。做好了，我才直接切开。吼，我当时才甲你讲，这头部我看，这个头部有3米6，这3米6，我才着个切较宽一撮。吼，我切一个八角形，这八角形我甲你八角形呀，嘿，八角形嘛吼。啊，我扭偌深，我甲扭2半尺，2米半的深度。2米半。就是，就8尺外，你话深2米半的吼，这深度，我甲土壤原来土壤清起来，啊，甲放较好的土壤落去，吼，安落去了，咱种。那么，这真神奇吼，当时咧，咱才有一个引井坑，落雨水拢走伫这边过来。是。那么，哇，这边的迄个家当囡拢走这边。我讲直直起过来，安尼唔对。那然后咧，我伫遮里，伫遮里咧，我甲这甲切开，甲切开。这个甲切开。这甲切开了吼。嘿。啊，甲这水泥拍起来。对。啊，拍起来了，第一，我肥料会当直接落；第二咧，我水会当直接落；第三咧，伊迄气根啊吼，伊就会穿过对，来到遮，这边树仔倒，树尾佫爬倒转来，对，安尼才有酱啦，嘿，酱。哇，这实在是爱用真个心思去想讲安怎甲伊，互伊生养甲足好啊。是，啊，这个就是讲伊当时一生长的时，你要安怎甲，会当互伊敢若附加呢？对无？莫讲用人工的方式去甲安尼摆啊，安尼翘对无？对，即马这个了就知讲哦，这个甲这个我挂开了，它的气根啊吼，伊会对遮过来，遮过来了，共款，人讲伊的根走法度，伊的树尾伊就来较度，是无对。那么来到遮了，伫这边面啊吼，共款，落雨水啦，还是空气上啦，对这种家当是有帮助的，啊，毋则所以讲，那个看有吼。对，根。你看你已经看到这边啊来了哈。对，大概是照顾树啊是最起码爱安的啦。哇，照顾树实在是足无简单啊！你头先讲吼，要甲伊刷过来吼，那准备功夫吼，准备的时间是爱偌长嘞？伊这个吼，这个家当迄当阵，伊讲的是嘛，正拄啊好，拄家当树，普通伊刷是爱热天，咱刷来迄当阵。哇，拄啊真下，这个是真大的卡行，真大的卡行啊！好，啊，董事长，咱吼其实咱遮有足侪树的吼，咱继续要甲咱介绍多几种的。好啊，我咱慢慢对遮来散步过去。好。这人看到树兰，这种树兰都最起码都80年。这种80年啊，看起来较细汉呢。较细丛吼。因为伊树兰伊咧生长嘛真慢。啊，这种吼本来是茂盛啦吼，真正茂盛。后来咧，我一个师傅吼，伊家肥兰路咧伤过咸出叶色硬啦。哦。啊，我才甲阿尾也才甲收咧。哦，啊，即马是佫大即个发展。所以进前就是因为肥料伤济啊，伤咸啊。嘿啊，安了，我师傅讲落一了叶色硬去，嘿。啊，即马就爱互伊豆慢慢佫发出来。啊，你即马看是讲，因咱来看这个头。这遮大，伊这是2尾起来，啊，2尾成尾起来了吼，啊，这要看到树兰遮大丛嘛是真难得。这是真罕见的对啊。嘿，真难得这树兰。啊，这丛树是为倒位来？这个是对新社来。新社。嘿，人个新社。那是出头个原本的主人想要甲伊。原本主人，这拢就是安尼讲，就是讲，这款的老树，伊拢去种着因家己较早的伙房厝。伙房人拢是安尼讲，
遐人伊会讲希望讲伊的囡仔会当转来，这转来了后，因为伊的建地有限，种一树无讲吼，这丛树甲处理掉，咱来起一间房间，互囡仔转来遮住。毋过佫毋甘甲伊直接送焚化炉，对吧？算啦，算。你讲就是讲伊真辛苦种的了后，伊甲这个消息放出来，如果我甲伊有缘，人就会甲我讲，咱来看讲，袂歹哦。哦，这拢是缘分啊。是啦，是啦，是啦。咱继续行这边对吧？系啊。董事长，你遮吼足侪树的吼，毋过你头一丛树吼是伫倒位咧？这丛树是头一丛，这丛就是这丛吗？这丛芳樟吼。是。当下迄当阵芳樟，我的朋友吼，这是伫苗栗。苗栗。苗栗吼，因咧就是伫花房厝，花房是对伊的大门口。大门口咧，你看这丛较矮势，伊就活伫歪，用要甲伊的大门砸掉的。当然伊就讲这丛坏，要撤掉。知影这个消息，我讲袂歹哦，我毋知甲溜转来，甲摕转来食，凊彩甲夹了。凊彩甲夹咧？甲夹落去了，我一夹，甲即马即句，你甲看讲，伊夹伫遮的时，你像甲咱的头壳伊就较悬起来。嘿，为什么迄阵这边毋是安尼？这边是较早拢是来市园啦。规片拢是来自园。迄当阵当地还未开嘛，冲突当地还未开吼，遮拢是来自园。毋知讲伫这角也是我先甲夹咧，这夹咧就鲜明伊就住伫遮里其实伊有100岁啊呢。那这丛树这种的是敢若地下哩，就足足有780吨咱遮去说来25吨就足足100岁以上。所以你是25年前开始收种树。嘿，25年前了，拄有这丛家当讲拍算啦，安尼家当7、80岁佫甲撤掉甲留起来，老所在甲留起来是真正好的代志嘿毋过为什么咱看到有一条锁这条锁安尼？毋是哦。这条锁咧，我就是讲我有种这丛，对。这丛叫做榉木。榉木，榉木，榉木，再刷起来了再刷起来了，这来的无这丛榉木，伫底下生，底下生，我再甲刷过来遮里，刷过来遮里咧，因为新种的，咱无小甲扭咧，无甲固定一下这丛榉木，伊来讲，咱种起来了后，这丛树伊对这歪起来，歪起来了后，伊这丛榉木伊会直直向对这边去，因为向阳嘛伊向对这边，所以讲这个扭咧。伊就竖起来，安尼。所以你是毋是大家拢伫园啊安尼行来行去，讲这丛树应该安怎安排，安怎处理才会发较好、较直安尼？就大概有迄个所在小可较做一个了佫迄当阵就是讲有这个枝石有这个枝石，你甲看拄像是拍太极共款，它像打太极共款，就树较一头安尼甲安排拄啊好。嘿。大致上是安尼啦。是。咱来看这丛乌松，伊即摆真壮观，但是咧，伊捌拄着掉藤。伊掉藤哦？掉藤迄种掉藤的时一半尾放尾去。放尾是啥物情形？就是讲，迄尾已经水分无过死起烂掉去安尼继续落去了。白线那么这丛树咧。咱甲看起来了，就是你甲看，对遮开始，对遮起。是无共款的吼。这藤就入去。藤就入去。这去互藤，伊放入了，变成伊才爆炸藤这伫遮哩，树这个剩安尼高度呢，剩批衫呢，内底心规拢揪掉去烂掉去，伫遮直直去到顶头，去到遐。拢就拢就空空空空咧，我想哇，要安怎救这丛树呢？我就甲内面总共清去，所有的物件拢清掉，清掉之后咧，开始甲消毒。消毒，嘛是伊内底有菌嘛，你这菌无甲消毒掉咧，伊照常就伫遐。佫脱开，这个脱开。那么甲清掉了，我安怎做呢？我内底我来甲撑铁起来，铁甲拢去甲顶头，
三分铁甲绑起来像一个箍啊安尼，吼，像一支条啊箍啊。那你起厝咧吼，先甲伊扣一个条啊。嘿，一个条啊，就下起来。啊，这个条伊倒落去了后，我内面要用水泥框嘛袂使咧，水泥有碱性的，有阿摩托碱啊吼，嘛袂用咧。我就用啥？我用发泡。发泡啊吼，咱的发泡了吼，伊就是伫内底我边仔甲围起来，我发泡吼 ，A B 发泡直叫，直甲倒咧，伊直发泡直起来，一个慢，直甲撑死，起来甲顶头去啊，连包括这铁啊，都甲缩掉咧，伊发泡起来，伊会发泡伊会坚，所有这种树啊的清气伊的空间啊吼。拢坚硬起来，啊坚硬起来咧，我安尼无好看，无好看。我这个甲收掉，是。我收掉咧，我就即个铺网啊，哎，好，盐酸网甲铺咧，啊我水泥甲糊起来，吼，这像这落去的吼，像这落去的，这是水泥，这车落去的吼，嘿，这大了绑起来伊就落去吼，啊起来了，安尼看起来，这张树我无甲你介绍咧，你看起来了就是没什么，无什么经过着。嘿，白东海诶，移地了即摆安尼。啊，所以这丛树啊，你讲是自倒位来的？这丛树啊，伫恒春迄边来的。恒春哦。啊，你甲载过来进前，伊伫内面拢空的啊？无，我唔知，来是嘛足水的啊。我来的时阵，外观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无啥物奇怪。无啥物症状啊，来遮那过第二年来安尼，吼。啊，伊是水土不服晓。这唔是咧，照讲伊来是伊就有染病啊，啊有染了吼，啊伊才会发烧到安尼啊，啊无我都毋捌拄着安尼啦。头一摆拄着安尼吼。啊安尼要安怎做处理？哦。你甲看伊的根，伊就食活较真好势啊。是。啊真好势了，干那为着酒糖，吼，啊有染病，啊内面的心规拢无去啊，干那剩这个皮。哦，这个皮了，支撑伊的皮了，伊有水咯，吸水分，去咧降级伊的树花。啊，即摆看是发足生甲足好啊，足健康的啊。哎呀，嘛足健康的啊。啊，你迄种方法是安怎想来的？安尼讲啦吼，如果我无甲处理，会继续腐化。啊嘛，一阵风来可能凹转去。哈，啊，就想讲，咱咧起厝的，怎么样补强它的结构？拄嘛歹看啊！啊，伫内底即个北内吼，要安怎甲，互伊安尼会感觉讲帮助伊，啊，佫会软了安尼吼。那拄着是，因咱的发泡中间是刻掉是生掉咧，啊，毋过你若小可来伊嘛小可有迄个弹性的。对。大致是安尼就甲救起来啊。哦。足厉害的呢，董事长。对啦，爱树就是安尼啊。就是爱想办法。互伊活较健康，啊，就是安尼啊。是，啊，咱继续要来看介绍这几张。来，那伫迄张，咱这张奶枝啊吼，就是伫遮伫我大门口刷过来。哦。吼，这是原本的奶枝。原本的奶枝。OK。你有看到这张的银杏无？这白果呀。银杏白果嘛哈。嘿。银杏啊，这张银杏才100块五呢。这张嘛100块5年。这张嘛100块5年。哦，除了这张100块5年，内底迄张80年。哦，你遮的树啊，拢年岁足大呢。嘿，啊，这就是有缘拄着，有人就是讲，啊，就慢慢收，慢慢收，就起个，啊，拢是真济岁，年纪真大的树啊，安尼。这张就伫苗栗的文旦，这嘛是100年了。哦，这老长呢？老长咯。伊这是要做啥物？这是。即嘛这个吼，啊，你讲就是讲。咱有真侪蠓仔虫啊吼，伊就是用这个做一个伊的黏胶吼，甲吊落去，伊有发光，蠓仔伊就叫伫遮就闭伫遮尔。哦，伊就袂去树仔的其他所在就是。啊，这个就是当时了，就是文旦有过了的时啊，蠓会去叮，啊叮起来就无好啊，吼啊，所以讲这就甲驱蚊，蠓伊就甲袂去叮。这油啊，也是伊配有伫遮。哦，这张老张这油啊吼，这当年吼应该大家拢咧抢吼。无，今年的油啊吼，才生17粒。才17粒。但是17粒，慢起来甲空咧，
等下再甲大家处，嘿嘿嘿。搁特别甲咱留落来就对啊。系啊，这生17年也无法度，啊无应当年拢生1、200粒。100-200粒。啊，今年较是雨水啊，是啥物情形咧？唔知呢，今年可能是伊的开花期啊吼，甲结果是有差啦。一般的就是咱的水果吼，就是伊望花开花，结果若这个好天气，伊的产量就丰收。啊，若唔是的时，就无法度啊。伊这个就是比如讲，先开的迄个时机，啊，迄个气候唔对，伊就袂结果。哦，这个伊的果粒是安尼来的。树你遮侪树吼，啊，敢有专人伫咧甲因照顾？有呢，专人就是我啊。你就是专人。爱看，我会助你啊。是，所以你遮职员有一寡人拢对树足了解的，足了解的。就是爱安尼嘛吼。系啊。是，当时你咱即摆是伫后壁这果子园嘛吼。啊，这丛是啥物树咧？啊，这丛叫做金龟树。金龟树是安怎讲呢？伊这个叶啊吼，像金龟安尼吼，圆安尼。啊，这金龟树伊生啊真特殊，伊的规身躯拢有刺，吼，连包括吼，伊即马花开出来了吼，拢生一走出来，啊，台湾较少。啊，这金龟树嘛是一种的辟邪的树啊。辟邪树就是讲你种一丛地咧，因为伊本身有刺嘛。咱一般地人咧讲吼，伊处理吼又种啥，又种迄个玫瑰伊嘛有刺，迄嘛属于较辟邪的一种的植物啊。啊，其实吼，这丛金龟树吼，伊是毋是拄着风台有淡薄仔受损咧？无，啊，伊规个有，伊规个拢吸落了吼，啊，我再去甲赶紧。你是讲伊进前规个安倒去啊，起去啊？伊就拍到这过来。哦，拍过这边来。拍到这边过来，啊，拍到这边过来了后，那么因为风伊对遮来，规丛树沿倒扣落去，啊，我就马上加扶正起来，真正影响你看吼，佫真茂盛佫，嘿，佫活起来，嘿，佫活起来，佫真健康啊，嘿，真健康就活起来，嘿。所以这每一丛树吼，其实咱袂当甲放弃咧，吼。是啊。想讲啊，伊发袂出来就甲放咧，啊，就全部拢无。有就是你若无甲处理，伊就豆打去，因就头翘起来嘛。哦，翘起来，你树头无降低伊的水分，直直打去了，这丛树啊就无效啊，对无效。张署长，你讲这丛是？乌桕，乌桕咧，伊真趣味。伊到冬天的时啊，哈，伊的叶啊吼，变红的，规丛的叶啊红的足水啊。是赤红吗？红，迄个赤红啦，赤红过再慢慢黄去，黄到再落去安尼。哇！啊，所以讲，这真奇巧的树啊，这丛甲迄丛拢是安尼。后壁嘛有一个乌桕就对啊。对。啊，咱过来了，因为遮。咱就七里啊，有七里香啊，吼。七里啊。七里啊，我做国学毕业后，头一工就透早2点半就起床，甲我的爸爸去草屯做生意。啊，我就伫一丛大树骹，就青仔骹，伫阴凉的所在，伫遐就黄米芳就伫遐做生意。我的印象就足深的，树啊大丛。啊，所以讲，若较早人咧讲庄头庄尾有大树，这大树咧，就对保护咱庄内大细平安无事。欢迎登来台湾新干界哦，咱继续要请董事长给咱介绍吼，伊个有啥物树咧？这丛五叶松，这个年纪大概差不多有50年左右。啊，这个真特殊，伊就细丛的时，伊就甲握一个形体起来了，伊的形状的每一丛的形状就无共款。啊，逐丛都咧真活泼啊。五叶松。五叶松。啊，你遮有五叶松，不过边仔这拢是桂花哟。啊，边仔拢是桂花，就桂花生种来了后，啊，我去拄着讲。有这几十丛的五叶松，这形体真水，啊，再佮收来，啊，再佮插在这里安尼。是，董事长，啊，你像吼桂花是你家己要种，啊，是嘛是为别个所在刷过来？别个所在刷来，咱的桂花呢，会使讲吼，咱每一个社区咱拢会送的4、5丛的桂花，啊，种起来吼，伊开花的时伊就真清芳，
这就是嘛是一个筹备起来的树啊，好啊，咱就对较细丛就是甲饲啊较大丛咧，好啊，咱来景观的设计师咧，若欢喜就甲咱选几丛，就去咱社区，啊，伫咱的社区就会喜气洋洋。五叶松哈，伊嘛是白位收过来是吧？白位收过来，啊，这是玻璃收回来。这是玻璃收回来。玻璃收回来，嘿。啊，像咱咧收树吼，是一般来讲吼，你安尼遮尔爱收树去台中，还是讲台湾吼？像你这种人应该足少的啊，大家拢甲你报讲啊，倒位有树，倒位有树，啊，而且安怎决定讲要收啥咧？讲吼，最近啊吼，最近有媒体有咧讲，讲啊，我咧较欢喜收树吼，一项。啊嘛，真侪人拍电来公司，啊，我借着这个机会吼，来讲就是讲，其实上咱无迄个力量甲收遐济，吼，无法度力量收遐济，啊嘛希望讲，若有想要收的人来甲分开，大家对树木。对树啊，咱即马政府嘛，伫鼓励讲啊，种较侪树咧，吼，对整个天气环境有较好安尼。就是讲收树这件代志，对你来讲是真欢喜的代志。是。啊，毋过你想要收树，你就遮若无够，你就搁去买其他的地，安尼四界咧种晓。这个都我即马新社嘛有，后里嘛有，三枝嘛有，吼，啊，甲咱遮哩，吼，咱遮有顾两三位吼，啊，这就是。咱讲农地要卖啊，合理的价钱，啊，咱就甲买起来，啊，买起来就种无共款的树啊，遐种，就爱树啊，收树啊，这就是安尼。啊，大家看你收树吼，一开始敢袂感觉你怪怪？大家讲啊，这个毋知是染着树毒还是啥吼，啊，看到树啊就真欢喜，嘿，啊，其实上树啊吼，你甲伊相处伫内底吼足好。咱较早伫讲就是讲，每一庄呢拢有。大树公，这大树公咧，那阵啊好好像伫拢伫保护咱大细，咱个大细细的囡仔，大家平安，吼啊，大家拢伫大树骹佚佗啦，欢喜啦，吼啊，古早要倒佚佗，无啥物好佚佗啊，就咱种个大树骹，啊，种个大树骹咧，伊就是这大树甲咱保护，咱这庄园囡仔，大家大细拢平安。是，所以像吼，一般吼，若讲要甲树刷走，其实是人吼想要开发对吧？哈，想要开发嘛，吼，讲啊，这个地方可能想要起一间厝啦，吼，要做其他的用途啦，吼。啊，毋过伫你算是建设公司嘛，吼，你建设公司你会伫你的建案社区内底放树入去，是，嘿，啊，为什么你的想法甲其他人较无共款？安尼讲吼，咱的起厝。树一栋厝起来了后，边仔究竟你是爱配合景观，景观咧你就爱有树啊，爱有树啊咧，大家嘛会去种树，毋过就是种无共款的树啊，景观起来就无共款，迄种贵气就无共，啊，所以讲我较爱收树啊，就是这个原因。我想要甲你请教吼，其实人会感觉讲吼，这种树啊介麻烦嘞吼，吼，得个有甲修剪啊吼，啊，得个那风台落雨哦，得个注意啊，无注意迄车互伊去砍着吧吼，啊，人无注意安怎吼，啊，你咧种树吼，敢会拄着即款的这意义咧？种树吼，咱咧讲就是讲，像你来看咱这桂花，这桂花吼，伊细丛。伊的根盘较下了，你无像安尼甲搭架啊起来，甲建起来了，小建，那么拄到风较刺风来时啊，啊伊就袂去安尼摇，啊起来伊就慢慢，伊的根高就大长起来，吼。那咱的大樟树咧，咱毕竟种起来了，看方向伫倒位，你得爱伫迄个方向的所在，你得爱用个锁啊甲固定落来，吼。互这丛树啊咧，袂安尼晃来晃去。如果讲这丛树啊种到无稳，摇来摇去，无偌久，这丛树啊就再见啦。哦，所以安怎种嘛是真重要啦，哈。啊，其实当属长搁要来介绍一丛吼，是原生种的吼，咱即摆来看卖。好，来。当属长，咱嘛有伫遮吼收一寡原生的吼，像这丛是原生的罗汉松。罗汉松，咱这丛原生的罗汉松吼，因为伊啲大嘛真烂。啊，若外来罗汉松你大较紧，吼，伊较特殊的所在，叶面的分别的外来罗汉松，伊是叶较圆、较阔板，
啊，咱原生的咧，咱甲看吼，伊会较尖，伊较尖吼，较细、较长枝，啊，所以讲原生的甲外来是无共款的所在。啊，像这丛的幻想吼，伊是地主都位收过来。这丛我那就标咧收着，标咧咧朋友伊嘛是讲哦，因兜一丛罗汉松，我讲罗汉松安尼也无啥物特殊啊，伊讲无咯，这丛是原生种的啊，你公司也无啊，有道理哦，我毋才讲安尼就来安排伫公司内底个种一丛啊，虽然是无大丛，毋过这嘛真大表现啊。像你咧收树吼，有当时是一种缘分啦吼。头先咱有讲到，南投有一间学校，因为900丛这量壁是吧？哦，是。伊伫西池啦吼，伊是三育学校，三育学校吼，伊这个是应讲是外国的来遮开学校吼。三育学校咧，伊的所种的一寡100丛的量壁。伊讲规拢要错掉，要错掉，我知影了，我看讲哦安尼拍算啦，吼安尼，我是毋是我甲摕转来？我先甲种伫迄个咱的敦化路，我迄2280个所在，我先甲布置起来。虽然是咱咧建地买哦，毋过咧，咱甲迄个所在，咱先甲布置起来了后，嘛是帮助一个所在环境。啊，那么当时咧。我要甲摕转来时，我看看咱嘛袂使共倒退啊！我就以1丛5000块啊，甲伊赞助，互伊做迄个学费，是讲安尼一个教育费用啊咧。你即摆收这么济树吼，是毋是愈来咧收的时阵会想讲，哇，这丛我毋捌收过，还是讲哦，这丛有伊的特别，还是讲全部就开始慢慢转变讲啊，我。原生的加收一寡，敢会安尼想？会变呢，这个人来讲就是讲，咱收树啊，只要爱迄个缘分，吼啊人，你若讲吼执着，安尼较辛苦。咱就是讲有缘分，人好朋友甲你讲，某某人我有一寡树啊无趣味咯，我袂歹哦，吼，咱就来看卖啊咧，去看了后，咱感觉讲，迄个一刹那一看到了后，咱真欢喜心，这个可以，拢是爱安尼来的吼，才有法度安尼喜气洋洋。这第一个感觉就对啊。是。对啊，我嘛想要请教吼，就是讲，其实头先讲真济丛吼，伊是讲人一般人家吼，伊想要起厝还是安怎，一丛一两丛安尼收对无？要毋过嘛有一大片嘛吼，啊嘛应该嘛有拄着讲迄这片所在拢会要做开发，啊全部面顶的树啊拢要刷走，这款的情形。啊，像这款的，因为要起大楼还是要起厝吼，你安怎看这种树啊要安怎刷这个问题咧？树啊刷是爱长根，咱普通是讲，你要刷这丛树啊进前，伫4个月前，还是5个月前，你着爱甲长根啊。那个长根起来时啊吼，你甲迄个树头包扎较硬的，啊伊甲长根了，伊着发吐新根，你嘛吐新根呢？安尼来甲移刷，安尼就无问题，安尼就是无问题。啊，毋过是较好运的刷来你遮，啊，那你遮无法度收的，因是要安怎咧？这是安尼讲吼，我再你讲就是讲，趁这个机会吼，啊，甲大家讲，啊，真正有一寡媒体咧讲，我着真欢喜收啊，咧收树，吼，啊，咱嘛无迄个能力，拢收甲遐济，咱是有限，就是讲，甲这个，安尼讲。甲这个机会吼，希望大家爱饲树啊人，大家共同，吼，来甲这特别错掉拍算的树啊，咱大家共同来甲收起来。譬如讲安尼吼，董事长你熟悉足侪建设公司的这董事长嘛吼，啊，要安怎甲因讲啊？其实你嘛会当加入我这种种树啊，唔通像你安尼种遮济啦吼，啊，毋过几十丛啊，几十丛安收，应该是嘛是有法度嘛。这个是安尼讲，伊若就是讲伊都有农地，伊才会去安尼做，啊，若无。伊嘛袂安尼做，较少啦。因来讲，人有诶拼大事业，啊，咱这个是讲，兴趣树啊吼，啊无来买一块啊农地，啊来种几丛树啊，啊着紧种，啊着紧买，啊着紧种，啊豆。哦，足急的呢吼，对无？因为拢有一个时间性，啊你无呢？你无这种时间性。咱无这时间，就是讲，
咱有迄个土地，咱才有法度去修。那无嘛无法度啊，吼，那嘛无法度啊。一个人实在是有限啦。是啦，是啦。啊，毋过你已经做足济啊啦，吼。安尼是安尼来讲，就是讲，我有安尼筹备咧，伫阮每一个个人，伫景观的时阵，设计才有法度活泼，才有法度佫较水。嘿，啊，有看到嘛，人较会喜爱啊。嘿，咱希望讲，我起一栋厝，一个建人伫遐，是一个标的物。吼，除了真水的建人，佫包括我的景观起来，安尼，咱慢慢，咱公司的知名度才会直稳起来。好，当处长，咱即摆吼来去内面吼，咱好好讲吼，其他的一寡过程。是，当处长，咱即摆吼来到遮吼，咱要来讲一寡吼，就是讲，其实你遮尔爱树吼，甲你细汉的时阵，甲爸爸的这记忆吼是有关系对无？你是做伙出去卖爆米香是无？是，我咧讲就是讲，我就国学毕业后头一工，就透早2点半就起床，甲我的爸爸去草屯最常哩，就是去爆米香。啊，伫爆米香咧，那么这前下迄当就是热天嘛，吼，啊热人咧真热，啊我就伫一张大树骹，就青仔骹，伫阴凉的所在，伫遐就爆米香，就伫遐做生意。啊，所以说，这张大藤树啊，实在是对我来讲是一个真正好，那出来甲我保护共款啊。啊，所以讲，我的印象就足深的，树啊大丛，啊，所以讲，人较早人伫讲庄头庄尾有大树。这大树咧，就伫保护咱庄内大大小小平安无事。吼，啊，我迄当阵就嘛有一个体验，就讲，实在是安尼无毋对。是，其实这树啊吼，伊虽然袂晓讲话，但毋过伊伫遐，咱就感觉足安心的，对无？是。啊，伫社区内底，刚刚看到这丛树啊，会感觉哦，我等到厝安尼。那你讲，伊树啊吼，伊会伫遐咧，会安尼真正壮观。啊，伫遐咧，拢是吼，互庄里的人，无论是囡仔啦，啊，则是老大人啊，做伙人啦，拢来树仔骹，用着来树仔骹开讲。我对这个大樟树啊有较趣味，啊，所以讲开始慢慢，啊，甲开始做事业的时，啊，就对这树啊，就真正关心，真正兴趣啊。是，啊，毋过吼，真正甲这树啊吼，刷去你的建安这基地内底吼，其实这嘛是无遮简单的代志对无？迄时间爱算好，而且吼爱这搬入去的时阵，迄树啊已经足大汉啊对无？哈，啊无那种细丛看起来嘛是怪怪吼。一般咱看建安拢是安尼嘛，就是用细丛的伫遐等伊个过几年伊就会发出来。啊，毋过你拢是刷大树过去，啊，这过程是搁较麻烦，所以是迄步骤吼，爱按一步一步爱安怎做咧？咱咧树啊，咱咧建人，咱咧大楼伫起了后，伊就是有留地啊，实个所在，甲无留地啊，实个所在。啊，咱之前咱咧迄个景观，咱就爱设计好势。我收藏什么树啊？啊，我伫什么所在，我要种一丛有真正有代表性的树啊。啊，这丛树啊是大丛。啊，种落去了，希望讲伊会紧诶，会伫遐会当会栽。啊，若种伫地下室顶头，这是无久长咯。吼，啊，咱就一定爱先去，就是迄个季节到的时，咱就爱先种起来。啊，种起来，咱普通安尼讲，就是讲咱起一栋厝爱3、4栋。啊，咱伫适合的时，咱树啊，咱就爱甲刷入去啦。啊，刷入去咧，当然你甲交厝的时啊。咱的景观甲看起来，你就是讲，袂使咱讲这丛树啊，本来就是这里啊，吼，迄个感觉安尼吼。啊，毋过毕竟吼，当处长吼，你是咧叫请这个员工去做代志啦。这员工敢有当了解到，当处长你想法，啊，有当时啊是毋是会有一寡重大咧？过去当然是真困难讲啦吼，啊，咱讲啥伊嘛听无。但是到即摆即句咧，我的助理咧，咱甲讲啥？讲一就知影讲哦，这要安怎做？吼，咱过去的习惯，咱就是安怎做。咱的文化就是安怎做，伊就对咱的脚步的意义就做甲真好势。
咱讲到吼，一开始吼，这个下骹的员工吼，有当时啊会伫倒位的所在吼，做到较无舒适的咧。是，安尼讲，咱检讨了，咱就是讲，咱带伊做，带伊做了，安尼做了才袂失误。啊，无一张手啊，拢几若10万，有诶算100万的吼，啊，袂使失误啊。啊，这就是讲咱嘛是共款，咱带直直做，啊，做到上到尾就知影讲，哦，这个是安怎做，较特殊的部分，我拢家己教育。安尼，咱要爱的物件，才袂拍算。啊，树啊种落去，要安怎保养？吼，啊，这嘛有真大的一个知识伫咧，吼，这丛树啊种落去，要那个施肥，啊，要那个甲伊的土壤拍好松，互伊的气根活了较好，啊，这丛树啊，伊就真旺盛直直水起来。伫每一丛树啊角头，就甲拍好松，拍好松直直拍差不多60公分深了后，你甲迄足强的空气放去了后，伊下啊土就松起啊。松起之后呢，咱过来灌肥料落去，咱就透肥料拍好了，甲肥料甲灌甲拍出去，安尼呢，伊的气根，伊就会找肥料，就会向上扎根。这丛树啊，直接若讲有风台来，我都唔知啦吼。啊，若一般风台来就 OK， 会当安然平安过去。也毋过要放什么款的肥料，这嘛是这个肥料注意的有每一丛树啊，上拢无共款。啊，这个吼，伫咱的迄个形容啊吼，你摕互看拢伊家己建议哦，你落什么过石啦，什么肥料啦吼，他会告诉你。像咱的农民有咧讲哦，讲这什么时都要种什么蔬菜，什么时都要种什么树啊，拢有伊的迄个季节的关系。哦，所以种后来这种是记伫你的头脑咧吼。这个拢来问你啊吼，大家像你捌遮济无济啊？记头那是无法度啦，但是拄到的是咱的兵来看卖，农民来甲兵看卖，哎，这个当时啊，大概拢是差不多啦。一般着拢是3甲讲法。第一，你若讲有细情嘅，你若要移树的时，你要先放根。你若放根，甲伊的树头，去甲包扎，互伊较结实的，吼。啊，伊的土生根出来时啊，大概爱偌久？爱4个月。要等4个月。4个月爱等4个月，4个月后了，季节较毋对一丝啊，移煞嘛 OK 啦。啊，上好是季节对的时啦，这丛树啊都活得真健康。哦，这真正是经验嘛，吼。是。啊，伫你后壁迄边啊，吼，可能嘛会走一寡其他的动物入来哦。它的生态啊，吼，达成到伊的生态，会使讲非常的好。啊，非常好，因为这个你讲鸟啦，包括讲吼，有一寡人放的无爱饲的物件吼，伊就加减会来，因为环境好嘛，吼啊，伊爱伊就是自然嘛，人袂甲袂甲伤害，安尼呢，啊，一起来咧，加减就来。愈来愈老咧啦，吼。这样。连动物嘛爱来遮耍就对啊，是，而且变做因厝吼，因兜就对啊。其实咱头先讲，伊的生态非常好嘛，啊非常好了，伊无论会使讲，永远一寡鸟啊，拢会来遮树啊做寿，啊做寿伊就安尼，伊来做寿了，生卵了，伊就孵成鸟囝，伊的飞啊就飞走去啊。因为我每丛树我拢安喷水啊，当然你喷水的时啊，一阵鸟就来啊，西园区好定伫跳，哇！你甲看了嘛是真趣嘛，真快乐的所在。哦，这是真特别咯，吼！你头先讲吼，你迄农民令吼，你摕来，吼，你现一就讲，哎，这个时间吼，你即摆10月嘛，吼，会当安怎做？啊，毋过即摆这天气的变化足大的呢，你敢有发觉讲，其实感觉有无共款的所在？比如讲，咱遮是台中对无？潭子嘛，吼，啊，较远、较落南哦，彰化，还是上北，吼，是毋是会感觉有一寡变化咧？对。因为普通的树啊，就是讲，咱有一寡树啊是较会讲的，吼。但是伊要煞的时，伊毕竟是爱先长根。伊长根，伊煞的时，伊即个树头，伊溯完别来个遮，伊煞来遮的时，咱爱注意，要种即个位，你一定爱甲松土壤吼拍好松，你种的时啊，伊就是袂经过袂积水，
你若积水咧，浸伫遐，伊还未开根的时，这个头就烂掉去啦。咱伫这个方面要种的时候，爱甲溜较深咧，下一寡石头先甲铺落去，土壤铺落去，甲种伫顶头。安尼呢，你若落雨，伊啥款呢？伊就袂积水，伊这水咧，伊就慢慢切，直消掉去。哦，若无呢，伊就是水积伫遐，根就浸烂去啊，即阵就救袂起来。就是讲吼，这雨水嘛是有寡变化对无吼？日头吼，其实每一年嘛拢有一寡变化。其实咱咧种树的时阵，都要先想到。咱若讲较输讲，像如讲较热咧，咱的树要煞呢，咱一定爱甲包，甲伊的树身先甲包起来，包起来，互伊拄到真强的日头的时啊，伊才袂去伤到伊的皮。伊的皮是拄煞来的时。咱普通树啊，伫生长是靠伊的皮有水路，伊直直吸伊的水分，吸咧，互伊的叶啊，吼，是攻击伊的叶啊生长的。安尼你就平时一定，迄个树身爱甲包咧，甲包用稻草包咧吼，来一只你咧种落去了，3、2个月了，伊的根大栽，咱的草领再甲拔开。安尼，即丛树啊，直接就会真正健康活落去。是，当处长你实在是真爱树吼，也毋过我想讲吼，会当甲你吼对树啊有遮侪感情的吼，这毕竟嘛是无定看到啊吼。像你希望讲，包括你公司的职员吼，或者是讲你的薪水请友啊出来人。若是讲要替你照顾即寡树啊，你希望讲，未来咱遮的树啊是愈来愈侪，还是讲要安怎照顾？上好吼，活100年啊，几百年啊，安尼，你敢有即种的安排甲计划？伊这个是安尼讲吼，咱的树啊，伊要伫咱遮里，都是爱有缘分啦。啊，是要留偌济物件伫咧，嘛无法度预测，有当时你要预测，有当时向北东海。咱的北东海时常伫变化，有咱外来北东海啊吼，嘛有走出来。啊，这就是嘛是一直爱注意，伫这方面，除了讲像咱即马园内底这大丛树啊，咱拢是用心，在咧甲照顾，用心一年咱得甲施1摆2摆肥料，但是咧。咱看到，如果讲哇，这丛树啊已经白东海啊，咱就赶紧甲树叶挽落来，摕来咱的形容，伊就用放大镜甲你看，讲这是什么东海？哦，这个是红蜘蛛哦，这是有什么菌哦？伊就摕预防红蜘蛛的、预防什么菌的药啊，互咱摕转来，咱就甲洗来，洗来了后，倒。伊这东海拢杀掉去啊，伊就豆恢复，嘛是爱继续安尼甲照顾，才有法度久。伊毋是讲伊即马是健康的，伊就一直健康落去对无？无法度。咱来讲，咱去爬山吼，咱去爬山了，你有感觉讲原始人，你听讲原始人，规树啊一定足大丛的，嘛无大丛，但是你甲看真老，就是生倒生。嘿，伊落到一阶段，伊这树啊单放落去，吼，放到树头，佫发生意起来，这叫做原始人啦吼，那原始人。你即摆即句，你甲看，哇，这树啊足水的，即款的人造人伊会去照顾，逐丛树啊嘛，金丝是嘛真水，这个是无共款的种的是这样的。所以讲，咱的树啊，若拄到白东海，你嘛爱甲伊治防，爱甲治疗。你若无甲治疗咧，我甲看，嘛是慢慢，伊这个树啊就会失去啦。咱真感谢哦，当处长今日甲咱讲遮侪树仔的故事，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日的台湾新感觉，咱再会。